欢迎收听初心客家。我是哈菲，大家好，我是 Teddy。今晡日夜10，俺想讲一个最近国际上越来越热的题目，叫做主权人工智慧。听起来动态像是国家战略运动中心指标，让我哋客家青年有乜嘅關係？其實有動態嘅關係，因為主權人工智慧唔單搶啲講國家，咪係啲講語言老資料有萬人掌握。特別係少數族群，心肝頭弄上誒，自然語言係冇自家嘅資料處理，因為有本大型平台吸走。今晡日按條記者新聞老報道，對印度、莫日拉、帕斯通語料都原住民族資料主權，共下看一件事。第一則先看印度。2026年印度 AI Impact Summit 過後，印度嘅主權人工智慧討論漸炎熱。像 Saram AI 推出面向印度人老本地需要嘅模型老服務，重點唔係只有做大模型，而係幫印度語言做啲精英人工智慧。也對台灣當有啟發，因為當多國家開始發現，人工智慧那係將有英文，也只有大語言共享服務，就會唔公平。印度嘅利益提倡站，主權人工智慧唔係一句民族主義口號，佢真正嘅問題係資料表的那位，模型的那位訓練，語言有冇份支持？百姓做得用自家嘅語言取得服務麼？第二隻係安達巴屆政府同 IBM、Baragan、NextGen 合作，打造所謂碩士 AI Stack。一個計劃強調本地語言共享服務、主權源和資料處理。雖然佢主要係印度地方官府嘅政策，不過對客家來講有一個關鍵問題，那係人工智慧愛服務人民，佢唔能單搶為國語也英文，還愛為地方語言、少數族群語言，然後裝批正經用嘅語言。第三隻看Mozilla Data Collective， Mozilla 的2025年宣布資料共享實體，想本世界各地較少本人看到嘅語言和社群，未做得結聽自家嘅資料，讓嘅本人使用。一件事情挺重要，因為頭擺很多人工智慧資料輸出係先拿去，再講會幫你做科技。不過對少數族群來講，資料唔係免費擴散。語言故事、地名行事、族譜歌謠，一條都可能係文化生命。故所社群應該有權決定哪一條資料做得開放，哪一條資料只能留喺族群內部，哪一條資料要授權然後回饋。第四項就係拍錯 Common Voice 嘅研究課。帕索托係超過6000萬人用嘅語言，唔過長年缺少開放語言資料。2026年嘅研究指出，透過 Mozilla Common Voice 社群聲網，批通語言資料的幾年內快速累積，也表示大自然語言唔係冇機會，只有界面採替化機制，來年度後，社群願意錄音留審核。語言科技就做得一步一步創出來，唔過研究未提醒資料量變態，唔代表就刺痛公平。如果貢獻者太集中，芯片設施體系自信唔拉，模型還係可能騙。故所少數族群做人工智慧，做唔得搶追求資料多，還愛追求資料治理好。第五項係原住民族資料主權老 Crown 原則。Crown 原則強調實體利益、控制權、責任和倫理。用白話講，就是資料要對社群有實體利益，社群要有控制權，使用者要負責，未要符合倫理。也讓一般科技公司講嘅開放資料冇共用，因為少數族群唔係研究嘅材料，也唔係訓練模型嘅原料。少數族群應該係資料嘅主人，也係人工智慧發展嘅功勞傑出者。第六講到，
原住民族嘅知識體留在報道講到，老時尚產業都可能會邊緣化。有啲傳統工藝、錯誤知識、偏執知識，啲人工智慧訓練資料都好罕得出現。那係人工智慧，但係好多主流市場嘅生命，佢可能會被原住民族資質變到靠不可見。較嚴重嘅係，有啲文化圖，將可能本人拿去生產商品，啥無告知、無授權、無回饋。故所主權人工智慧對少數族群來講，唔單止係會唔會用人工智慧嘅問題，佢係馬上做得聽意文化，馬人做得使用資料，馬人做得得到利益嘅問題。講到呀，我會想到行業係愛經營人工智慧，唔做得單槍將阿公阿婆嘅生拿來訓練模型。我希望錄音者知唔知資料用途，授權範圍清唔清楚，過後產生嘅工具有冇轉到黑章。我希望實驗海陸太普牛品照案各種強調有冇本平等對待。係單槍資料量太開嘅陸上嘅。其他可強調，又會對人工智慧時代本人邊緣化一次。主權人工智慧嘅第一層，係國家有冇自家嘅算力資料中心老模型。第二層係地方老族群有冇自家嘅語料規則老授權制度。第三層係使用者做得唔做得用自家嘅語言，安全提起的教育、診療、法律老公共服務。故所我哋做唔得單槍問台灣有冇人工智慧。我希望台灣嘅人工智慧有冇客語，有冇原住民語，有冇台語，有冇台灣俗語，而且唔係老語言變到展示一面就好。真正重要嘅係做得唔做得用啲新法度。從長照基點做得用客語語音處理，醫院做得用客語讓原住民從而做基本溝通，學校做得用在地語言做數位教材。不過也一切都cần建立喺尊重資料主權嘅基礎上。係冇社群留意，再講嘅人工智慧也係新嘅博學。係冇回饋機制，在先進嘅模型未權係將少數族群變做訓練材料。故所也個一個國際新聞，其實本係一個動清楚嘅提醒。主權人工智慧冇應該單槍係泰國競賽，佢也應該係少數族群保護語言管理資料，參加將來嘅工具。對客家青年來講，做得對細項開始。你有整理家庭語音，標注客語文本，參加考研語料，未愛學會看實授權條款。較重要嘅係，談人工智慧嘅時節，愛留語言平權變落去。因為冇語言平權嘅人工智慧，就會老舊嘅唔平等完成新嘅界面。根本日也是初心客家，就講到野味。歡迎大家訂閱初心客家 Podcast， 也歡迎分享本關心客語、少數族群語言、老人工智慧將來嘅朋友。